也若中国即嘛是直头出招，讲咱台湾人会当伫福建久长待落来。最近就有一个伫福建驾车台湾人领着中国官方头一张台湾居民的登记证。咱的陆委会表示，登记证毋免有中国籍的身份，所以安尼是无算违法。毋过若是台湾人要去申请中国的身份证，安尼就是违反两岸条例。在出入境管理官员的手头，领着福建省发出的第一张台湾居民登记证，伊是目前伫当地华侨大学驾车台籍教师张立泽。过去呢，我们是从那个本市台胞证到卡式台胞证，再到居住证，再到这次这个能够定居落户。我觉得呢，这种两岸关系的融合发展是像这个飞速一样在前进。张立泽讲，有登记证生活会当更较利便。拄好就是中国去年11月提出的福建对待21条政策。不过厦门的大商讲，佫无想了解新的身份文件和目前当地台湾人都已经有的居住证有啥物具体的差别？就是蛮惊讶，说怎么会跑出一个定居证？我们这居住证。这哪里有不同？我那天还真的很纳闷。我们台胞证是8码，居住证是18码。从交通、从住宿这些东西，你变成说你要有18码，你才可以去做。陆委会讲，这个台湾居民登记证，因为抑佫无需要设籍伫中国，无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9之1条的规范。台湾的户籍袂妨注销，但若是去申请中方的居民身份证，就会违法。台湾人民的身份会妨摕掉，而且注销伫台湾的户籍和权利。这是台湾大选倒头算，中国官方媒体一直放送台湾人领着登记证的报道，除了统战，嘛方认为讲是有介入选举的意图。公民的投票权是每一个公民宪法赋予我们中华民国国民的一个权利。你要把这个权利让给中共来指导你，来逼迫你，还是说你要独立行使？面对中国想要用多元的手法来介入选举，陆委会佫一摆提醒国人爱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